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让大家看好了运动的有我们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。准备好吗？运动1000，我们先来做暖身操。对，两张手先放在我们的骨盆，好，然后你颈椎先往前点1步，好，胳膊走脚，很好，慢慢来走，好，这个暖身操呢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哈，好，再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过来，你很好，很白哈，后面。对，脚往后面伸，好，个狗寸好头前的哦，好，再整脚，个很白，好，我们要准备往左右边咯，哈，很白，好，来右边，很好，狗整片，好，在右边，好，慢慢的。把你的脚走在寸好长的哦，哈，嘿，再往旁边一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我们换前面，左边很好，前面，好，往后面哦 ，heel boy， 好，后面，整片来，好，整片，左边，对，很好，你有感觉在整片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左右边继续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然你的身体慢慢的练起来。等一下走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的伸展度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不会受伤哦，哈。来左右边，好，再继续。好，来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那。停下来，好，你准备来走下一个运动哈，然后用脚脚，让我们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好，然后手慢慢呢，举起来，让你的肩头平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运动右上左下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够平。对，很好。现在换左上右下来，吸气，吐气走熟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狗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。这时候慢慢的走，再让我们的身体往左边来，因为感觉你的身体走平，整片稳，有点轻轻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手扁平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左上右下，嘿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右边来。好，记住，肚时会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数平很好。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左边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变得好捏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左边再伸展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扁平好，往左边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。好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平好，再来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往后背松。对，因为刚刚可是肚子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有感觉身体硬硬啊？你要准备来做运动咯。接
接下来你的走运动一样是加强我们身体活动度的运动哈。那这个运动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做扩胸哈。从来有的人会讲哈，哎呀，我工作压力好大哈，哎胸脯完容易展哈。那扩胸运动就可以解决一些那个前胸比较紧张的状况哈。你走的两只脚起跟肩膀平翻好，然后这时候呢。与肩同宽之后，让两只手慢慢呢举起来到肩头平的位置哈，然后吸口气，肚时出力，把两只手往后伸，对，好像身体要飞起来打开的这个动作哈，很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狗回来。好，手再放下来。那特线走人筒的时候要注意哈，你的肚时一定要用力咯，不可以怎样驼背哈，然后骨盆也不可以往前倾哈。你过来天天爱走一边了哈。好，来数慢慢的，平平的举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后面。好，我们要再拉更大，把我们的头往45度角的方向看，好像要飞起来一样哦。好，在这边呼吸，好，吐气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放轻松，有感觉？身体动速松啊。好，我们过来走一遍哈，来数慢慢的，对，平举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往后。好，听到慢慢的往天花板的体缝看，肚时会用力咯，再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，数狗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这是做前胸的伸展哈。那身体活动度呢？还有你背弄哈。那我侧边来示范一下，你走的。那有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柔软度不是很好的话，你手走在准备一种等呢哈。然后我们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后坐，好，用我们髋关节往后的力量往下。好，假使讲你的柔软度可能没动好来讲哈，你可以像我们的正刚老师一样哈，准备一张等呢，你走在数半点等呢，背弄打拳哈，然后屁股慢慢的往下出力，然后去伸展我们的背部。好，如果说你的柔软度非常的好，那我们可以像我们的锦荣老师一样哈，两只手可以整个摸到地板，然后呢，整个摸到地板，然后我们的臀部要往后做的力量哈去出力，这时候我们整个背弄的筋膜是整个被做最大的伸展哈。好，来起来，我们来休息一下。观众朋友，我们再来做一次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用我们髋关节的力量往后，对哦，用牙片的力量往后。好，假使你可以摸到地，你就摸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半重等呢。对，在这里做伸展的动作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用髋关节，还从右侧等呢一样哈，往后做。对。然后膝头可以微微的弯，没有关系哈。假使你的柔软度不是很好，你是稍微溜溜的弯起来。那假如柔软度很好，你走在打侧，然后面都提奶。好，这时候如果说你的柔软度更好的话，走在从我们的锦荣老师把那个脚底垫起来，对，从爱用音垫起来哈，真的可以做到最大的伸展哈。好，再放轻松。好，再回来休息一下。这副看呢，我们可以试着做做看，因为一般的腰酸背痛来讲，可能
背后的筋膜挺很呢哈，所以做这个运动呢，可以好好的伸展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你的走侧线伸展哈，牛半走嘞。好，来，我们把我们的右脚往前跨一步，好，稍微有点弓箭步。然后这时候，你的左脚看不到后背，对，看不到后背。那我们要拉的是这侧边的筋膜，好，来吸口气，两只手重叠，慢慢的从上来去面你左边的脚尖，对，慢慢的从因为面动用，好，在这边停留，好，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用肚丝的力量，对，还有背弄的力量，再拉起来，很好。我们狗来走一遍哦，哈，好，一样好，先起的，好，再来把整脚稍微靠前面一点点哈，然后把我们的左脚放在你整脚的后背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从因为面到你的左脚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的左边的筋膜就可以被拉一拉，伸展一下哈，很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，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狗慢慢的放起来，很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往左边哈，一样左脚伸出来，好，然后让我们的整脚。跨在我们的左脚的后背，好，这时候你的肚脐一定要出力哈，很好，气好嘞，气长嘞，然后吸口气，两只手，对，像这样重叠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往下，对，你会感觉你的这整片赖的好像有一点紧紧的感觉哈。好，不要勉强哈，面都体内没有关系，是轻量往下摸的感觉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再放起来。你过来走一遍了哈，好，左脚往前，好，来整脚稍微放在它的后面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慢慢呢往下伸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尽量哈，你觉得可以再往下，你就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往下，嘿，再勾寸下去的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勾放起来，很好，再回来原来的位置。你狗来走一遍了哈，好，来左边开始哈，来左脚伸出来，好，整脚看马后背。对，很好，然后两只手交叠，你走好几次了哈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伸展再更大一点哈。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呢从因为面到我们的脚尖，对，再尽量往下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用肚脐出力。嘿，把我们的身体带起来。好，我们整片狗走一遍。好，来，右脚、左脚，看马后背。好，来慢慢的往下伸。对，从右面都挺难用。很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狗放起来。好，有感觉身体整个活动有没有更好呢？当夜走运动对我们的身体会健康哦。